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高雄伫昨暗发生重大车祸，这是一台载27个人的游览车经过仁武区水管路的时，敢若是驾驶路无熟，去弄到墓坑，造成游览车头前几个车头是互卸掉，嘛有一个查甫乘客当场死亡，14个人受伤送病院。高雄市长陈其迈有赶到现场探视伤者，嘛认为驾驶照理讲是无应该发生这款错误。游览车车头顶悬被卸一地起来，车挡的玻璃破去，也甲规涂骹。边仔办车道的涵洞顶头有写着涵悬2公尺。游览车驾驶敢若是对路恐怖小姐的驶入去造成车祸，随伫司机位顶头站80岁姓周的查甫人当场死亡。伊的查某囝拄甲老爸通电话无偌久就接到消息。就卡在那里了，那个涵洞就不能过去了。6月份要给他做80岁的大寿而已。他说我们在高雄闹了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那个口气听起来是很像是有点不高兴，因为不该是闹这么久。迄通报平安的电话，正做爸仔囝之间相别的对话。这台游览车旅行团大部分拢是台塑的退休员工甲高雄的市民，最近参加阿里山一港大会旅行，车顶包括驾驶甲领队总共27人。20暗8点外就即要到厝啊，山弄到涵洞，造成1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送病院。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关心。司机本身所服务的这个公司是在高雄那应该要对于当地的这个路况应该要熟悉才是，因为他们有些已经准备要下车了所以理论上不应该犯这个错误才是。驾驶甲警方讲，未驶入去涵洞进前的涵管标志比车较悬，无想到讲入去了才发现涵洞伤低，造成车祸。而先后被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因若出代志的游览车，2021年11月才出厂，后一遍检查的日期是今年11月。详细车祸的原因，怎么还佫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香港网络媒体 Free Hong Kong 创办人人叫强牧师的强伟嘉，3月17日时，伊伫台北市洪拄着伤，送病院无大碍。伊捌因为犯上重案互抓去，最后是裁定罪名无成立，即马是伫台湾。警方追查了后，昨昏伫花莲有抓到伊拄着伤一个姓林的嫌犯。多次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做转乘一直到今日本分局在下午大概14点多在瑞穗的一处这个旅馆里面清查发现他的行踪当场予以逮捕那全案在侦讯之后将依杀人未遂伤害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2个人是因为啉烧酒醉起冤家才发生冲突，姓林的查甫人才会甲强家伟拄着伤。代志发生了后，嫌犯就落南走路，尾伊就是伫花莲互抓到，以伤害罪互移送法办。调查了后，嘛发现讲，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佮有犯其他的罪名，是一个通缉犯。香港的立法会通过基本法23条，犯叛乱罪就要关1世人。外国人也有外国企业嘛有可能会违法。伫台湾的香港人有香港组织嘛表示，基本法23条通过了后，伫台湾的香港人即马拢已经唔敢回去香港香港基本法23条通过，未来叛国、煽动叛乱、颠覆政府行为，拢可能会互人判关1世人。本身是律师，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认为，这代表香港更加无自由，也因为立法用词无明确，外国企业、民众也有危险。那些模糊字眼，什么叫罔顾国家安全？什么叫做虚假讯息？比方说，你一些上市公司有些公告，银行它会做一些公告嘛。那你如果说有中国的风险，虚假消息，那就一定是10年有期徒刑。伫台湾生活的香港人团体香港变成成联讲，2003年香港政府要批准这个法条，伫迄当时佫有民主派主动，不过即摆佫通过基本法23条以后，因讲踮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已经唔敢登去香港。香港政府目前其实已经成为就是中国的一个傀儡，然后就是他们就是要想就是怎么操控香港的官员，要立什么法都可以，就是很短期内可以变到，而且如果是有家庭或者是比较多考虑的话，那可能就是会离开香港，因为其实他也会觉得，其实那个香港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由的香港了。
伫台湾的香港人团体表示，因会踮伫咧海外声援香港的民主，希望国际制裁无合理的立法，伊也拢希望看香港的咧台湾人爱愈珍惜民主自由。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继续关心美国众议院和印度拢已经禁止 TikTok 抖音，咱台湾敢要对咧做咧？咱在数位部长唐凤是表示 ，TikTok 即马伫台湾就算是危害资通安全的产品。目前咱的公部门是拢已经禁用啊，也若民间敢要禁用，即马行政院也咧审议。TikTok 伫美国面临铁来处境，台湾是不是也安尼做咧？数位部长唐凤19伫立法院中质询讲，数位部送到行政院的资通安全法草案，甲美国众议院版本对境外敌对势力间接控制想法是完全同款的。它可以实质控制，不一定直接控制哦，有时候间接控制。不管它注册在哪里，我们都把它叫做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简称危害产品。所以 TikTok 现在就是危害产品。唐凤讲 ，TikTok 真就是危害产品。20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唐凤搁再访问到 TikTok 无伫台湾落地，台湾敢有可能禁止嘞？所以呢，接下来我们那我们台湾没有办法禁吗？即使它没有在台湾落地，但是我们目前就已经按照儿少法，好比方说中小学的校园等等，这个部分都已经做了限制哦，这些危害产品。所以即使是还没有落地，有些措施我们可以先做。危害产品伫公部门甲公部门的场所已经禁用，民间是不是禁用？行政院也需要审议。有学者讲，一般政府会将 VPN 软体就发到连到国外上线，其实落地管制效果比直接禁用较好。有一些真的是红线来讲，我们当然是应该要把它阻绝掉。但是如果说是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那我会觉得说让它落地，然后我们要求它管制，让它下架。唐凤讲，内政部建议的打击诈骗的专法，一定规模的境外广告网络平台，未来必须落地。未来网络广告平台机关是数位部，明显危害产品会由数位部来通知提来。伫台湾落地 ，Line、FB 甲 Google 已经沟通。TikTok 新加坡高层也伫个几年前来台湾，甲数位部晤谈，来了解发展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开始，大陆冷气团会减弱，温度就会回升。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日透早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早起要出门也是感觉较寒。也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的大溪，敢若8度9。严格对日时开始，冷气团就会豆豆减弱，所以北部、东半部温度拢会回升，会回升到20度以上。中南部今仔日的高温是有26度至29度，体感温度会搁较悬。嘛爱说日时暗时早暗的温差较大。雨水这方面，因为今仔日的水汽有变较少，所以天气变较大，云嘛较少，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只有东南部甲恒春半岛会落沙雨。今年的春天雨水较少，加上农业恶残，即马需要用水。即马伫北部、中部水库的水位拢一直咧下降。石门水库、里鱼潭水库蓄水率拢无到4成。水利署即马已经甲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水井灯号改做提醒的青灯，嘛会管制管控农业用水，嘛会鼓励产业爱主动欠水。德基水库的欠水区，规个看起环境的石头有部分已经看现。气象署评估，未来这一季雨量是正常到偏较少。为了应用大水期供水的挑战，经济部成立科华水利署灾害紧急应变小组，决议为19开始，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水井的灯号调整做水井提醒的青灯，将桃园、新竹、苗栗以及台中的水井灯号转为绿灯。那这是要提醒大家要节约用水，而且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措施来管控农业跟产业的用水。水利署表示，目前北部的石门水库、中部里鱼潭等水库水量降低，除了大水期雨量较少，农业早冬稻因产用水的需求嘛是原因之一。目前会甲农业部合作，管控各水库灌溉用水的出水量。另外嘛，请各县市政府鼓励产业自主省水5%至6%。第一个产业的部分是要自主来节水，产业自主的部分就是能够达到6%，然后民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自主来节用水哦。目前本市提供9处水资源回收中心水源及新建筑工地地下水作为次级用水的使用，提醒各界及市民持续节约用水，以延长水库供水时程。
自来水公司第4区管理处强调讲，供应中部用水的李溪潭甲德基水库已经有联合运用措施。台中市经发局表示，全力配合对抗可汗的措施，已经提供9大水资源回收中心的水源，甲新起建筑工地地下水再利用。现在台湾南部的水情，地方烦恼高频会阁发生抢水用情形。有农民反映讲，清水井抽无水。现在南区水资源分署讲，目前供水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积电即马拍摄要伫家己科航园区新2座先进制定的封装厂，第一厂按算2028年要开始量产，到时逐工就需要33000吨的水。水利署是拍算讲初期会对云林乌山水库调水送水去支援，不过这是引起云林的不满。来关心自由时报。咱台湾前几年有向美国采买4架 MQ-9B 空中卫士，美国空军即马表示有2架伫2026年会交会，另外2架2027年会交会。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预防两岸万不利出代志需要钱，行政院下部会即马有咧做金融的电力推演，财政部拍算要对战备资金这部分要开始扣战争税。不过爱先伫立法院立法通过，有学者是建议讲，会当指定用途用消费券也是所得券的方式来扣。来关心国民党的立委呼吁总统蔡英文伫落任之前爱去太平岛宣示主权。外交部长表示，太平岛资本就是咱的，主权无变，不过即马变的是目前南海的局势，咱无应该是做惹麻烦的人。因若即马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讲，总统若是不爱去，伊5月16日家己去。太平岛码头春进工程伫做工完工，南亚立委呼吁总统蔡英文应该伫咧5日空卸任之前，亲像前总统马英九甲陈水扁同款，伫太平岛宣示主权。不过因为蔡总统一直拢无回应，引起批评。外交部长吴钊燮20到立法院进行报告时阵就讲。即马南海情势正紧张，台湾就爱思考，唔通互其他人感觉咱伫咧制造困难。太平岛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毫无疑问，也毋庸置疑。我们如何来提倡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海的这个争端，而不是去让人家认为说我们又是在制造困难。吴钊燮强调，政府对南海政策无改变。会用上好的方式展现对太平岛主权的慎重。即马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调委马文君就规划，伫5月16日礼拜去太平岛考察官兵的生活设施加战备情形。讲蔡总统若是不爱去，委员会会当家己去。当地的区域紧张，以前两位总统都有去过，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紧张的问题。宣示主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领土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我都觉得说，与其到南海去引发纷争，不如大家一起到前线去帮我们海巡国军来打气，还比较好。民进党立委认为，无应该先引起无必要的误会。对于委员会领导考察的安排，外交部长吴钊燮讲，虽然有记录，也过尊重调委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军第一梯做一档的义务役，经过2个月入伍的，经过训练了后，第1礼拜要进行检测。透过机关枪、炸药这武器，模拟战场的环境，要互国军来练习，来克服压力。只要是完成检测，就会当摕到证书，逐个月就当加领1万通块。也毋过，若是无合格，就要加留1礼拜来补考。枪支飞来飞去，模仿战场环境，一览无妨讲，发挥平时训练成果，大家分工合作，演练爆炸指挥，完成舰上的救护。头尾1年期义务役2226梯，全台有655名役男，1月25入伍，展开8礼拜入伍的训练。成功岭野区1礼拜进行5天的基本检测，严重役男想法都正济合格，步枪兵。20时检测第3天，也是上届主要项目震撼教育。役男2个人一组，互相抹3种色地的伪装膏，完成攻击前的准备，接到指令展开震撼教育。炸机枪、空包弹、引导 TNT 炸药，现场4个拢是烟雾，真有战争的感觉。役男挂防毒面具，克服高压甲紧张的情绪，完成舰上救护、攻击前进。爬过溪沟，爬过主动网啊，顺利完成测验的役男，讲甲电影内底本爱差真多。电影还是没有办法演绎出真正战场上的那种会让人带来那种震撼感以及那种
嘈杂的声音啊，这种压力，也有上相关那种怎么克服压力的这些课程，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可以接受。一年级义务役的身份基本测验，有走3000公尺、爬腰健身、牵手榴弹、3工2夜行军顶，还有上重要的实弹射击。即摆这个项目无合格，测验总成绩就判定无及格，所以大幅增加实弹射击发数到760发，提升一篮射击的稳定度。欢迎伫成绩顶面302率合格率达到95%。转服志愿役然后加入宪兵队。那为什么我加入宪兵？是因为我对于近战格斗非常喜欢，然后此外也对军人这个职业非常的向往，能够保家卫国是我一份的荣幸。目前的测验的这个完测率跟完成度其实都蛮高的，那我们后续会针对不足的部分，我们会再持续实施检讨。国军推动兵役改革，参考各国加美军训练项目，外界也大大来检视头批义务役训练成效。陆军讲一人表现良好，继续分发部队负担战备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越南。越南的国家主席武文赏因为牵涉贪污，20时已经请辞。因若过去1年多，越南2任国家主席拢因为涉贪的歹代来落台，即马已经引起外资也个生理人的不安。越南政府20表示，已经接受国家主席武文赏的辞呈，这是政治动荡的一个现象，也可能让外国的投资人对越南的投资环境无信心。官方的声明讲，武文赏违反党章党规，引起恶质的舆论，和党、国家加个人的声誉受影响，也毋过无讲详细内容。You try to root out corruptions, but more and more, corrupt officials at even higher level of their position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being implicated. 武文赏的前任吴春福去年自请退休，为新冠疫情期间一连串的贪污案件负政治责任。越南的经济正靠外国的投资，高层的领导人一直接换人做调整，可能影响外资甲商界。武文赏辞职进前就已经传出风声，乌这边市证交所10月8日开盘几点钟就盘要到3%。证券商大户未来资产讲，这礼拜前2天，越南外资卖超过8000万美金。Because economic growth is the ut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performance-based legitimacy of the party, and if they cannot perform the economic growth really well, it will lose the popular support. 53岁武文赏去年3月初2出任国家主席，这位是名义上的领袖，在国家重要场合以利益性质出现。伊的地位是第4号政治人物，一般认为伊会当有今仔日的地位，是越强总书记吴副总给提拔。不过最近越南的公安部逮捕纪录会被指控贪腐的高官，被认为是跟吴副总亲自部署指挥的反贪腐运动有关系。武文赏伫咧讲义上，2个以前的部下，前后任省长高考甲郑文明，拢因为收钱被抓。这款代志拢发生伫咧2011年到2014年，武文赏做公益省委书记的期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以下冲突已经拍要半年，加沙地区即马人道危机已经愈来愈严重，食食、医疗资源拢真欠缺。当地囡仔是产骨薄板、产鼻巴，普遍拢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去当地做志工医生就表示，这款情形可能害囡仔袂大，嘛影响囡仔一世人的健康。强调停火是即马上界要紧的代志。查甫囡仔倒伫病床面顶，剩下规身躯只剩骨头，表情有时阵阁真痛苦。以下冲突互加沙民众出现粮食严重无够的危机。6月战特因为胸坎有人正肠胃炎，要摄取充足营养，用药不控制病情才当生存。也毋过暂时因为粮食甲医疗物资严重无够，互伊为30公斤剩到剩12公斤。2个月前开始病情恶化，已经无法度行路。像伊这款营养不良、剩下剩骨头的儿童，伫加沙世界拢是。ترونها تؤثر على الأطفال على كبار السن على المرأة الحامل على المرأة المرضعة طبعا الأطفال بالأعمار الأقل من 12 سنة يعانون من مشاكل جمة بسبب قلة الجفاف الشديد الذي يؤدي إلى سوء قلة المناعة。儿童因为营养无够，严重散热，这嘛，互儿童变甲真爱困，反应真慢。严重的时阵，毋但阻碍身体甲大脑发育，身体嘛会停止成长。到最后，甚至会关闭重要器官以外所有器官的功能，影响一世人的生活。特连去加沙各国医生志工嘛，伫19召开记者会，说明加沙暂时人道救援无够的状况。And I spent 2 weeks at Al-Aqsa Hospital,
And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I wasn't remotely prepared for what I saw. I saw the most appalling atrocities, and I saw things that I never would have expected to have seen in any healthcare setting. 不过以色列政府伫19公布一段影片，讲到这3北部的司法病院当时50多名巴勒斯坦的枪手拘留180名武装犯罪嫌疑犯，各伫各种家具内底找到武器。总理纳坦雅胡伫同一天表示，就算美国反对，以色列有关会坚持攻击加沙边境城市拉法，要彻底消灭哈马斯。国际新闻台上朋友，巴黎奥运7月份就要开始啊！ 国际奥会即马已经宣布，俄罗斯和白罗斯的中立运动员袂使参加开幕仪式的集场游行。总共若是有摕到奖牌，一块奖牌嘛无法度算入去任何国家的排名内底。根据了解，目前会当参赛的有参赛资格的俄罗斯中立运动员，敢若36个尔，这是顶一届的1/10。 2024巴黎奥运都要伫7月26登场。国际奥会进前已经允准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甲提供俄罗斯军事协助的白俄罗斯2国的中立运动员会当参加奥运竞赛。19个进一步表示，俄国甲白俄运动员袂当参加开幕仪式。 AINs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 parade of delegations team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since they are individual athletes. But an opportunity will be provided to them to experience the event. 这摆夏季奥运开幕式会伫巴黎塞纳河举行，各国代表队会坐阵入场，有计吸引30万观众伫豪华殿欢迎。国际奥会强调，俄白2国运动员若要以当地身份参加，要由国际奥会组成的3人小组进行2阶段严格审查，确认运动员毋捌支持俄国侵乌，也是甲俄国军事单位有所联系。目前估计有36名俄罗斯甲22名白俄罗斯运动员会当参加比赛，比顶届 东京奥运俄罗斯运动员的人数只剩1/10，就算因会当顺利赢得比赛，受奖仪式也要遵照特别规定。另外，敢是会当参加奥运闭幕仪式，也有待执委会讨论。 The anthem has no lyrics and has been produc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IN in Paris. The IOC-EB also agreed the medals won by the AIN would not be displayed on any NOC medal table. 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前线战术战力19伫乌克兰首都基辅一间教堂333攻占乌东阿夫迪夫卡地区以来，高向西混大4公里。公司新闻纽约编译。今年7月份，巴黎奥运就要起稿啊！巴黎的地下铁即马嘛有推出一款欢迎软体的 APP， 要来帮助对世界各地来的观光客会当随时透过手机来问路，唔免惊讲因为语言无通，伫地铁站内底找无路，也是坐唔到车。 2024巴黎奥运即摆伫7月开幕，巴黎有计会有真侪来观光的游客。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游客，巴黎大众运输公司 RATP 开发一款即时翻译 APP， 互不要讲法语的游客，让伊轻松向站务人员问路，家己自在去坐地铁。巴黎地铁有超过300个站，有一寡站名甚至连本地人拢歹找到。对着不要翻译的游客，问路更加是头家莫咧烧。就有这款翻译 APP Tradivio， 用个及时甲语音输入，并且翻译正式16种语言，像是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等等。站务人员也会甲法文的回答翻译正式旅客所使用的语言，互相互拢讲会通。Alors avant, ce qu'on faisait nous, c'est que quand il y avait des personnes qui nous parlaient dans une langue qu'on comprenait pas, on prenait un plan, on gribouillait un peu avec des flèches. On suppose qu'ils arrivent à destination, on espère qu'ils arrivent à destination, même on est sûr qu'ils arrivent à destination. Avec Tradivia, on est sûr à 100% qu'ils ont bien reçu l'information, bien compris l'information, et c'est mieux pour nous, on a moins de stress, et pour le voyageur encore moins.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 RATP 已经有6000名地铁各站员工配备 Tradivio。RATP 讲，Google 翻译这通用软体有段时也无法翻译出合理的地铁用语。这款应用程式专门为巴黎地铁来设计，对旅客较分袂清楚的各站站名、路线、甲无相票证、甲旅游票证内容真实。 It was almost perfect. There were some mistakes in terms of spelling, but maybe as you use it more, it will get perfected. But it was nice to use.
俊巴黎大众运输公司成第3条城市路线启用 Trevida， 在伫今年热天正式推行。外台俊更加特别公布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这4种语言，并且伫奥运开幕前增加中文加阿拉伯语。这摆巴黎奥运有计为巴黎加周围地区带来1500万的游客。公司新闻中文编译。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联准会结束年度第2场决策会议，决定讲利率无要改变。不过官员嘛有讲，今年的降利息降3码，也就是0.75个百分点，而且会向顶悬修正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投资人是只定心丸，刺激美国股市起1%，三大指数拢创下历史新高。上载一只韩国籍在化学物品的船，对日本的兵库县出发了后，被驶去韩国的半路中，因为天气真歹，全冰船船顶11个人，有9个人被直升机救起来。不过，即马日本的海上保卫部有证实讲，救起来9个人内底已经有8个人死亡，因为日本即马搁在找找失踪的2个人。印尼伫2月14日时举行大选，经过超过1个月计票，印尼的选举委员会伫昨暗确认讲，总统的候选人国防部长也阁有伊的副手，计共是摕到9621469191票，以得票率哇59%选赢。2个人按算伫10月20日的上阵。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升级大厂恒辉集团的子公司恒国新药。传出那亲像是内线交易，不法的所得有240万。检方伫昨昏发动搜索，去敲公司，也有董事长的徛家，而且嘛以被告的身份约谈董事长李志文在内，加强8人到案去说明。尾啊，李志文以150万交保。有提前泄露重讯消息吗？恒国新药发言人李婉萍和检调约谈，面对记者的问题拢无回答。升级大厂恒辉集团子公司恒国新药，犯罪敢若是内线交易，本来就是因研发的药笑癌新药会当摕到药证。检调接到报案，恒国的董事长李志文加做发言人的查某囝李婉萍，也个副董事长李耀达。伫咧离岛的消息公布进前，提早入场买股票，不过买药证无通过，如果伫咧利空消息进前未过骗损，两边内线的交易不法获利240万。台北地检署20指挥台北7条处，到恒国公司加董事长的厝内，总共10个所在执行搜查，并且约谈包括董事长李志文加发言人李婉萍等8人到案。恒国成立2008年伫咧宜兰成立，资本也15亿，主要是开发新药加管理的业务。药笑癌新药是研发的主力。检方伫咧信后命李志文囝婿朋友陈仲庆以200万交保，前董事长罗伯雄30万交保，董事长李志文150万交保。全案是依照反证券交易法加内线交易罪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国际机场3月初3，因为维修难平的跑道和飞行机踢掉咧风霉甲臭头嘛，影响旅客行程。拜赛时，即马检讨报告伫昨昏出来啊，计共有12个人受处分，包括董事长、总经理、拢互记告，也若交通部甲民航局是拢无人受处分。桃园机场3月初，因为南平跑道例行性维修的工作，甘若靠北平跑道起落。飞轮机小偷北离，2天内超过500个航班满分，引起民怨。影响到不只是国内的这个国民出国的这个情绪，还有国外的旅客来台湾也会觉得很匪夷所思、蛮丢脸。检讨报告20日下晡对外公告，主要针对强化协调、专案管控、甲资讯量早公开等等的重点。对这种长时间关闭，我会建立起专案管控，那到时候就会去管控各单位。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到位？交通部要求机场公司以安全第一的原则，要特别注意变动管理，也就是说改变日常运作的时候，要特别来注意各种作为。交通部表示，虽然是例行性维修的工作，不过因为工程规模较大，跑道封起来时间较长，应该事先研究工程规划，来降低对旅客也有航班的影响。桃园机场公司嘛讲，为这个事件当中学到经验，而且航班满分的代志，嘛向受到影响的旅客甲社会各界诚心回息的。
非常的标准会照各航空公司的契约来执行。赛季事件不应该发生，因为税修是例行的作业，应该有配合营运的规划，包括塔台作业，包括航空公司的协调、航班的一致等等。这个事件，桃园机场公司拢总有12个人受到处分。桃园机场公司董事长杨伟虎、总经理范浩伦拢记过1支，工程副总经理孙宏斌记过2支，营运副总经理李俊德记过1支。其他处长包括以下残疾8个人，分别记新界1支，到记过2支处分不定。那交通部甲民航局是无人受处分。记者综合报道。伫漳中道台北市一架性急干线公车准备要入站的时，凶凶去弄到边仔停下卡，佮弄入去伫路边的火锅店，造成2个人受伤。司机讲伊无食酒，伊讲伊是身体无爽快。即马台北市政府已经罚业者3万块，嘛要求业者爱提出检讨报告。派啊！一个查某人会手要坐公车，司机入开煞愈开愈偏去，对人直直冲去，众人赶紧走，大力冲来，画面一下就乌去了。我听到的时候就碰进来了，对，然后就听到哀嚎声，就有人受伤。然后我往前要去牵摩托车的时候，公车就直接撞倒摩托车，然后摩托车就横扫到我身上，我就被撞倒。一个人扛乌托邦倒骹得着伤，一个人互落落物件撞到，2个所在受伤。这条囡仔互车弄到送病院，伤者家属到现场，真生气，一直咧骂。马上去找验车嘛！我一间厝好好咧，你甲我弄安尼哦，对无？后摆修理会出侪钱啊，佫唔知会用啊袂。转来案发所在，伫台北市中埔南路信义干线公车20中到12点外，雄冲开到徛过顶仔卡，徛过头前，落甲密密麻麻，加在车顶乘客无受伤。零星驾驶，他酒测值是0，所以排除酒驾刑事。车上乘客5、6人，没有人受伤。是不小心的吗？还是发生什么事情？对着记者伫咧问拢无回答。40外岁姓林的司机，年资4年外，19休假，20去上班，5点外钟啊，哪会造成事故咧？伊讲是身体无爽快，熊刷乌暗痕，刷头前都拢乌去，看无咯。为什么那个身体会突然有这个状况？这个我还要进一步了解。那我们公司都有定期做健康检查，伤者的部分还有那个房屋复原的部分，这个我讲过，我们公司会负全责啦。对着雄发生的事故，公车业者一直系失礼，答应负担这个医疗费，赔偿营业损失这费用。台北市公文处是罚业者3万块，经过监管所评估，这个件无结果安全，另外又甲公车拖走。原来这个事故原因也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交通新制即摆有10项较小型的违规，毋若未记点，嘛无要互民众检举。修正草案即摆已经送入去立法院，按算4月初时会召开公听会。也阁有一寡团体，也阁有学者是拢反对。行人零死亡联盟嘛表示讲，伫即个拜六，因要上街头抗议，因要要求立法院爱甲修正草案退回。伫3月17，全台湾7个县市快闪活动了后，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即礼拜要阁去街仔路进行抗议。联盟表示，快闪活动当中受到真侪民间团体支持，大家拢无认同限速检举甲记点。不过事后并无收到政府部门的沟通甲回应，所以因按算会继续抗争到底。是如此仓促、如此敷衍的去通过对社会、对安全影响这么重大的法案，所以我们在3月23号还是会在立法院这边来办一场游行，来绕行立法院及周遭，希望可以让立法院退回这次的法案。现在这个驾驶煞是摕出一段影片。伊准备停车载人客的时阵，规条路拢无画围线，看到一个新障者拄管行过来要坐车，为着要互伊较方便上车，伊使去花条线临时停一下。在伫新的制度都袂去互检举，强调这个驾驶是受到车路环境甲服务的限制，并不是挑工要违规。大家在讨论交通安全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实际上面你我每天会生活会碰到的实际搭车的状况？我们把它考量进去。路口的停让行人的执法，那个是我们要求警察还是严格执行，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这个向路权团体说明并不是我们对于保护行人的让步，那的确是一个大环境的课题。交通部回应讲，保护行人、脱离行人地界是交通部上界重要的课题。目前正在推动4年400亿优化行人环境的计划。为4月份开始，立法院会有公听会，所来草案进入审查的程序，
会面对面甲各团体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4月份特别去电火钱啊，大众运输的成本嘛对得起，代替即马当地建议调整票价的方案。因为高铁是表示会交予相关部门来评估。另外，台北捷运较食电，电火钱是占成本的13%。市长蒋万安就表示，电火钱若起价，有影是让成本变较沉重。毋是尖峰时刻，加上着参参运站经过的台北捷运市政府站4分钟左右就有一班车。这旅客不少，明年4月电价会调整，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的时提起，这对北捷来讲负担真重。那票价敢是会调整，旅客已经有心理准备。因为就是其实也蛮久没涨了，就是5块到10块，应该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那如果是调到高10块到20块的话，就有点不符合规，就慢慢调。真的涨了会有什么样的因应方式？可能会多用共享的那种 U-Bike 之类。台北捷运声明指出，北捷营运成本电价占13%，以112年为例，电价成本大约23.84亿。目前继续透过各项节能措施减少连环消费，也密切观察台电电价调整方案，审慎评估。对各界关注电价敢是带动大众运输票价起，台湾高铁声明有关基本费率甲减免起票价，会依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内部营运成本、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经济，进行整体评估了后，适时报请董事会讨论决定。交通部长吴国才表示，目前高铁无提出方案，那代替拄着2年一摆的票价检讨，等咧研究票价调整方案。我们是有在研议啦，那是不是要用今年的预估数字呢？这还要再做讨论，因为你预估数字毕竟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数字。代替伊规定每2年要检讨一摆票价，计算公式是以前一年载客甲收益为依据。对今次要落地有9个起电价成本，内部也在讨论。过去代替票价受各方压力，已经到期29年。交通部长王国才讲，公司化了后，要有正常的收入，即马就等代替提案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公布2024年全世界多个国家上界幸福的报告，芬兰已经是第7档摕到冠军，也那新加坡是亚洲的第1名，咱台湾伫这个名单当中是排亚洲的第2名，伫全世界咱排第31名。很幸福？没有很幸福。我幸福啊。讲到幸福，你会想到什么呢？不过依据无同的年龄族群对幸福感觉的程度也无同款。目前现阶段没什么压力，爸妈都其实蛮年轻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小孩子要养育之类的。想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应该都做得到。然后生活空间还有教育方面，我感觉都还不错。丰衣足食吧，这个自由。就觉得钱变得比较薄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房价的问题也比较高。联合国理事公布2024年世界幸福报告，芬兰连续第7年是上界幸福国家，再来是丹麦、冰岛、瑞典也有以色列。若是以亚洲地区人均的国家来分析，新加坡全球排名第30名，却是亚洲国家内底上幸福的第1名。台湾全球排名第31名，是亚洲第2名，比日本、韩国甲中国拢感觉较幸福。根据了解，这份幸福的报告是依据每一个人对幸福满意度的评估，人均国内生产模样、社会支持度、自由度，也健康有机的寿命，最后也有慷慨甲对贪腐认知的程度来做评比。在生活评价项目中，台湾30岁以下少年人幸福感觉上高，60岁以上的老人上无快乐。中高龄或高龄者，他因为有经济压力，他要续留职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感受到的就业歧视、职场的就业歧视就会越来越严重。那种感觉就会比较强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会觉得另外一种职场被剥夺感，那当然就会影响他的幸福感。专家分析，最近台湾社会气氛大部分尊重少年人的选择，加上父母支持经济来源，拢让少年人有幸福感觉。那是50岁以上的族群，除了爱维持家己的生活，也会烦恼资助家里。在高物价时代，经济负担难免感觉真重。敢若就 GDP 的指标来评比，恐惊幸福指数就差真多咯。记者综合报道。儿童法律联盟合计义母甲1岁囡仔苦毒死亡这个案，社工负责这个案的社工嘛受社会议论。也顶一日社工接受调查时，互警方手铐的画面，即嘛是引起社工的不满。昨昏就上百个对各地内的社工去卫福部头前抗议，因呼吁政府要重视社工的心声。
大社化口号以行动剧凸显基层社工家庭访视的时阵拄到的各种困难，便拿出代志，就要面对社会大众的责备。将基本各一方当作犯人扣手铐，互社工是感觉真称心。来自全台湾社工工会代表差不多100多人，20早起聚集伫卫福部的门口，会有政府重视第一线社工的心声。大安网呢，也绝对不是只有社工在支撑，但是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社工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替罪羔羊。大家看到社工被铐的那一瞬间，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我们觉得恐惧。我们觉得受伤，因为很可能下一个就会是我们。社工团体表示，社安网不是万灵丹，要防止儿童虐待事件再再发生。政府应该全面检讨社会问题，而且提出5大诉求，包括莫把社安网变作是社工安全网。卫福部应该重新召开检讨会议，收回要求社工提悬访视的频率，落实社工薪水的制度，重视社工工作量甲量能，协助减轻因工课负担。工会提出蛮多诉求的，那这个部分有些可能我们私塾就可以来做讨论，有些可能还是在请教我们一些专家学者，特别是我们在社工系的一些相关的老师。卫福部强调讲，敢要增加家庭访视的次数，4月底会阁找专家小组来讨论，其他的诉求嘛会赶紧建议甲回应，一定要强化社工劳动权益甲职业安全，这是卫福部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除了社工的议题，一寡自福团体嘛有出面呼吁行政院爱惜专职机关，而且机构内底除了爱惜监视器，年务的厝内也是做过来中心嘛，应该爱有监督机制。即马卫福部嘛有回应讲，会和民间来讨论。30个带囡仔甲幼儿的相关团体上榜做伙来检视最近几件虐待儿童的事件做不到的所在。有团体建议，目前全国家花送托的囡仔已经有到10万人，因过并无一个专职的机关伫咧处理，应该研议伫咧行政院之下增设儿童托育所。行政院底下并没有设任何一个非常专责的机构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以至于很多这一方面的事情都要委由民间机构或者那个社会团体来协助政府来处理。大声呼吁袂当搁再减少任何一个囡仔，尤其是0到2岁囡仔，无有够的语言表达能力，互家长伫咧送托时阵无法度完全安心，因为托育中心伫咧1809年开始拢设有监视器。无资格强化监督的能力，就参加会议的代表认为，无论是托婴中心、居家义务的照顾空间，或者是做起来中心的育婴室，拢应该爱建立监督的机制。能够真正安心，一定要有所谓规范一个真正的照顾空间，而且是要有所谓的监督机制。就是他的工作场域，就是他的居家环境，所以很密切的重叠的一个因素下，那他要不要装监视器这件事都可以再讨论。社工署回应讲，目前现行有儿少福利促进委员会，所以是不是搁另外要设立专职的机关，会搁再讨论。目前全国大概有500位访视员，若是地方认为有需要，会搁再增加。但是相关团体认为人力的量能依然无够，针对年务评鉴要有具体指标，而且要有淘汰退场的机制，希望相关部会会搁再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日头花学运10周年，10年前的日头花运动，学生占领立法院，因为伫立法院的外口是有一个全民解放区，大家拢会办公民论坛。这个全民解放区内底的一个成员叫做杨祖轩，伊后来是开一间咖啡店，伊无行社运这条路，互大家伫遮啉咖啡的时会当继续讨论社会事。伊讲，若是未来有搁发生亲像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无的确会甲全民解放区这个布条啊，搁再挂起来。多元音乐，大声讲到社会倡议，这间咖啡厅的气氛是真特别。有人讲，这个所在是一个社运、结局，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所在。不过，对杨祖轩来讲，这是身在想象甲观点的空间。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怎么把一个空间经营好嘛。那经营好当然会有2面向，一个是钱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是好玩，就是会有人来找我聊天，然后聊一聊就好像也可以有一些活动的想法。
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找到，可以一起搞的想法，其实跟建民奖区的时期还蛮像的。杨祖轩讲的全民解放区，是10年前日头火学运的期间，一阵无人党立法院内底精英式决策甲行动轰炸的少年人，因伫立法院的外口成立的公民论坛。因想要让这场社会运动有无同款的思考甲对话。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当下决定，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刚好在舞台的后方，声音不会被打扰，就是开始聚集起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放了电音，跟做了一个小的论坛。后面都准备好了吗？大的好也好了吗？后面准备好了吗？为什么选择出来？就是我觉得跟选择要占领立法院、持续支持这个行动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找到人民的声音嘛。写什么？这就是团结人民永远不会后悔的那个的歌词。在发生这样大规模的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有可能会把建民中央区的布条再挂起来吧。10年来，济推动社会运动的人，个人选择无同人生。即马回头看，是非对错已经真有去论断。敢若看到一段未后悔的青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律师唐德宗是一班受难者，伊一世人拢在替台湾人争取公平正义。最后，伊是以叛乱罪奉请决。文化部和国家人权博物馆即马有举办纪录片找找唐德宗的放映会，希望转型正义、人权教育要继续做落去。我认为伊一世人一直拢在找伊家己的身世，很想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1947年，伫咧发出一句台湾人万载了后，做过警察、律师的唐德宗，就互军法以叛乱的罪名惩决。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唐德宗的过去，导演吴明正和连正辉做伙完成找找唐德宗这部纪录片。拜三，文化部和国家人权博物馆共同举办着映会，邀请侪人来看电影。228啦，也是讲纪录片，拢是较严肃、较悲伤的故事。不过，这个纪录片，我想足侪人看过，拢感觉讲，伊哪会有笑声，啊嘛有七八歳，是一个足感动的纪录片。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我们的历史的备忘录。咱知影过去发生什么代志啊，可能会使用这个态度甲方式，会使面对咱以后要看要安怎做咱的选择。这部纪录片唔但邀请唐德宗的养子唐崇武和后代来讲英国发生的代志，导演嘛去日本拜访唐德宗的亲情，做伙把历史的碎片拢斗起来，让大家看到无同面向的唐德宗。也乃国家人权委员会是表示，台湾伫咧转型正义，也有真侪代志爱做，未来继续用无同形式来深化人权教育。人权会嘛有一个任务是爱做人权教育，嘛希望讲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下日来。做伙吼，8、9年级审计以后吼，比如讲安尼电影继续落去的时阵，我想就是台湾后续应该要做的。目前找出唐德宗这部纪录片，伫全台湾各大电影院拢看得到。纪录片团队希望观众会当做伙来认捌唐德宗的生命故事，嘛希望伊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人权会当正早照往未来的光。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新德县的教育局邀请200外个偏乡的学生囡仔同齐去看导演魏德胜上新的电影。这个电影是在讲儿童癌症病房的故事，希望让囡仔人看煞了后，会当体会生命的重要性。听到要来看电影，每一个学生拢笑嗨嗨。主办单位搁真大心帮忙准备爆米香、饮料，给大家。其中有的学生更是第一摆看电影，欢喜的心情直接写在面顶。我第一次来这里看电影，然后也没去过其他电影院，然后就感觉很兴奋，能来看电影。每次都要去比较远的地方看，不然就直接在家里上网看。新德县教育局邀请县内偏乡地区264位学生来电影院看魏德胜导演上新的作品《Big》。故事是咧讲来自6个无同社会背景的家庭，伫儿童癌症病房的故事。教育局指出，除了让偏乡地区的囡仔
一旦体验看电影以外，也对故事中了解生命的重要性。透过电影，除了诉说电影中间非常有爱的感受力的一部电影，那在魏德胜导演的这一个指导之下呢，其实看见整部电影当中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到社会更真实的一些经历。相信他们看完电影之后，对生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可以更有同理心，然后去看待不一样的孩子们。这摆邀请新竹县新埔、关西、德东等等地区7间学校，拢总264名学生，学校老师把趁机会教大家看电影的礼数，来增加囡仔的生活经验。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年是3万年，有200多年历史的中华南窑宫本港进香3月20特别起价。这届进香有8天7暝，规定的时会撩客来进行洗净的仪式。庙方伫出发进前冒办天台仪式，祈求会当顺利圆满。甲新年南窑宫本港进香要伫3月20起价，展开8天7暝的进香活动。庙方举办祭天台仪式，祈求进香平安圆满。今仔日就是来举办这个祭天台，因为咱伫这个礼拜日就是新历的这个仪式，这一天早时8点就要来起价。那这边这个路程呢，就是讲照鼓励咱全程徒步大家拢用行的中华市公所表示，南窑宫本港进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台湾有记录以来头一个进香团。即阵已经成立10个马会，逐年轮流进香。今年是3万年，遵照惯例会撩客祈福。古早话有讲的，大马爱食鸡，二马出来爱玩鸡，三马照鼓励就是一定撩客，就是经过咱落水溪咧，无行桥顶，就是行迄溪坡沿路过来，转来咱中华。所以讲这三马6马的撩客是非常盛大的活动。今年的本港进香3月20起价，除了圣三马、新三马、老6马以外，让将近100年开基马嘛会同齐出发进香，来回路程大约300公里，会伫2到7天为启动辽过落水溪转来中华3月31回銮。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都市新闻7万0点1。关心天气，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1度。外岛11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